上身了。妹妹，你为何不问我说话？咦，你在生我的气啊！你妹妹，你到底为什么不理我啊？你说，因为我们谁也不用理谁。这为什么？放你自己。哦，你没意思的，让我说一句话认不认？请说。这两句，你听不听啊？妻子今日不比当初，当初怎么样，今日又怎么样？人大心也该，见我常常不理睬，为你也是看不开，想抱鸟在家本孤单，却遭同胞亲弟来。倘若你妹妹对我再如此，叫我有苦所想平日比起多苦瓜，总不过叫你妹妹来对待，总是我有三分错，你也该对我说明白，要当要骂不在脸里，我下次一定大不该。你说呀，妹妹呀，你为我总是不开嘴，叫我自我才对待，总在我费尽心学会，你是我也是一个，却是为什么理不理我呢？哎呀，这话从哪里说起呀？昨天我们去大哥骗了出去，还得走回来就来了，实在不知道你来呀。原来你是还在了，这都是谢大哥来的。好妹妹，我下次再也不和他们胡闹了。三可使不得，你这款在人家替你改衣服的文章。你也该和他哥哥好生才对呀！你是在替我改衣服啊？对，你的宝姐姐、贝姐姐呀！啊，宝姐姐还替我改过衣服啊？有这种事啊？
好妹妹，你既来了，那你为什么不叫我一声啊？人家一个金一个肉，正好在一起，我来叫你做什么？好，你又来了。当时我在多孤舟，绝不把今日两字记心头。我躺着有心来抚慰，天子地面也明示。谁管你什么进来什么鸟？你何必向我来多走？今日两元天上走，但愿你诚心实意到白头。你还有这样子？你到底还是在骂我呢？你还是在气我啊？我也不是骂你，也不是气你，我是怨我自己，要你觉得这样做什么？好，我耳朵结出来了。难道我平时对你的心是用错了？我真的不明白，你要我放心心上。好妹妹，你不要骗我了。你若真的不明白这话，不但我平时对你的心不一，连你平时对我的心也做不了。平时总是不放心的缘故，所以为弄出一身病来，他万事能帮宽心一生。你的病也不会一天比一天重。妹妹。哎呀，我还有莫不情意的，从来不管苦对人，今朝对你说出来，总算一次一关心。我为你一日相思一日生，我为你一生是平怕高台。要等妹妹的病体好，保佑公在病。林妹妹，做什么呀？老爷常都来叫你，贾玉成贾老爷来了。哦，你等一等吧。哎呀，我的小祖宗，去吧，他去吧，再不去老爷就要生气了。好，我去。孙子呢？我去哪里？
四娟，姑娘可是回到屋子里了？姑娘回来了。哦，四娟，我有话要告林妹妹，天蒙那老爷人非要妹，四娟啊，请你听我大哥声，叫妹妹就在小家家我因为家门去不难听，林姑娘就要回家去了。我的驸马早去世，林婆满祖别无人，妹妹回家在关生，你哄我。事情啥大该太清。好，少女说得好，自高千丈，结了婚跟姑娘本是邻家女，岂能够放在你家父不一生？四娟，你这话是真的啊？我不骗你。昨日姑娘整理箱子，她把你以前送她的东西都理出来，预备最日来你。她送给你的东西，你也当地吧。百年光阴是非数日的过去了，几个月也差得很。你怎么了？宝儿姨，你怎么了？别求求宝儿姨，哎呀，这怎么回事？他拉着我问姑娘的事，问了半天，他就这样挨了。这种事情，你求他回去吧。二姨，你的手指哪来了？宝儿姨，你听老爷吧。宝儿姨，哎呀，来人啊！宝儿姨，你怎么了？你说嘛呀？什么事？哎呀，这一领了，也他也不出我家了。八娘，这一天，刚才四娟不是对他说了些什么话？二爷他安逸着了，对家也冷了。八娘，丫头是叫来，快去。八娘。你怎么样了？你这个死丫头，从他是些什么话，弄成这个样子？还站在这里，还不过去背我不是？宝儿姨，要这脸我打了去，怎么不能回去，回去，什么要回去？刚才我说了几句话，这林姑娘就要回家去。
去了。哦，我倒是什么要紧大事，原来是句外话。老太太，老爷他临时小菜而已来了。哎呀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，人家怕成了给林妹妹了啊！不是的，是临时小。不是来接妹妹，是来接妹妹，把他们当出去，把他们当出去，当出去，当出去。没有心灵的来，邻家的人都死去了，谁也没有人来接他，你只管放心吧。不管是谁，死了林妹妹，谁都不是姓林。没有姓林的了，男姓林的都当出去了。从今以后，你们也不许提起林子，听见了没有？啊？是。说得好啦，回房去歇歇吧。回房去吧。公主，儿一进去。现在，老太太请回房去歇，请你不要阻止我来快早些噻。老太太，我们去吧去。你们也下去吧。现在过来是太太，到底是什么缘故？八日夜龙城此次，你这滚是来，是没有什么。据太太所知，娇儿也本是冤枉来子，就好了。你莫非包女在做了官？母亲，你是国中在这分他他既然莫如今，原是敌人自称，是因为二爷你长姑娘她事情到底与男女分，三三爷爷同意是政府叫人用挂心父亲乃为你想到这个，起来二爷比起你事情，他并在是爱的女儿的疑问，常常与姑姑交兵，难免中去断分军，他只有不待二爷生命里。什么呀？你是老爷太太，也是一生弟兄，化灰尘。乃为你今日将我来提醒，句句言语看我心。从今日我就将保佑教育你，你需要时时刻刻多留心，只要保佑领上进，到将来荣华富贵与你的问题，哪怕吩咐关不停心起来。从今以后，需要让他常与姊妹们胡闹。是。哦，万一那些要紧事的丫头，也是小心点啊。是。
太太，这几夜晚我到乡去回家来了。什么呀？他长大老头一条下来时，坐在一起，也没有上下离去。哪会了得？我不能让包牛被一个野外引坏了，快去叫来。正夜来真多病，家务之事千关心。听了先生一番话，家中的情事我才分明。今日里定要好好把家规整。小先生做得好事，今生不识病人，救一而见，把他姑娘出去，他你送了出去，他